小大只吧，这才来叫。钟楼皮影戏团粉墨登场，用全台语配音演出在地都市传说，流泪的大神龟。从编剧、制作道具，都是这群平均70岁的阿公阿嬷合力完成。推动这个传统的文化安尼，这拢阮家己做的，然后阮家己上色的。真实的故事，去甲演。演了后豆豆一直改进，感觉阁袂歹。在轻松有趣的气氛当中，长辈们发挥想象力，像是这段小放牛的舞蹈表演，不但还原牵牛耕田的场景，还能随着音乐扭腰摆臀，相当有活力。药了其实查甫的跳甲真好，较灵活啦，因为伊要记动作。较不是像普通的健身安尼讲，做机械式的叮当。钟楼里从民国109年开始，向文化局申请社区营造计划，里长用自己的专长启动各式各样的艺术文化计划。这回响应建成300年。特别以大北门外的旧聚落做时间轴。我的社区要做一个特色的所在，就是要提出我的故事，会当影响到我这乡亲。自从做里长以来，我就想要把艺术这个物件传入我社区内底。今年是府城300栋，所以因对旧年一直找足侪在地故事，有用这网仔来画图，嘛有做足侪做趣味的代志。钟楼社区不只是关怀照顾的功能，而是探访在地耆老，带领里民将故事、文化、景点透过艺术保留下来，一代传一代。记者收海谈的报道。